张张张，导师睁眼在手，人人希望无穷。只要你懂星座，人际关系不出错。巨蟹座是孤嘎重感情的代表星座，有着强大的包容力，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原则哦。都说平松寺性情温和的人生气起来轻得拧刚，今天就跟拥有一颗柔情似水的巨蟹座，内心深处波涛汹涌的感情吧。爱屋及乌的暖心小天使。可是重要的日子，发狗最好的朋友金吉吉爱来不卡了，为了让他们玩得尽兴，得快点准备才行。电玩、VR 眼镜、掌上游戏机 ，OK； 桌游、漫画、朗达 ，OK； 盥洗用具、睡衣、干净的床单、棉被 ，OK。好，可以买菜喽。哈巴 hippy 吧，左边右边 hippy 吧，左边右边啊！要没发狗一直吵着要买的游戏吗？啊，金吉吉好像也很喜欢馒头忍者哎。虽然有点贵，还是买下来吧。难得金吉吉要来玩嘛。啊，是馒头忍者的护额。发狗他们玩电动的时候可以带着哎。虽然感觉有点蠢，但他应该会蛮开心的。之前发狗同金吉吉常讨论这个模型哎，应该是很想要吧。买转移送不给。喂，你们有特别想吃什么吗？都可以，青菜炖这个菜就好了。好哦。料理是带给人们幸福的东西，家的味道，我的身体最知道了。酿豆腐、梅干扣肉、三杯鸡、坦白炒牛、姜丝炒大肠、翻跳，完成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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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撒好了，要准备点心和水果。喂，发狗，你们要回来了吗？晚餐准备的差不多了哟。我们后来决定在外面吃了。你要一起来吃吗？我们订了很好吃的。没关系，你们去吃，不用管我。我儿子为什么不早讲？大白端，你不想吃我的菜，你刷散了。阿妹妹好像生气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吃啦。情绪敏感的闷火山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巨蟹座的他处处为家人着想，甚至对家人的朋友也是爱屋及乌。尽管有着非比寻常的包容力，真正爆发起来可是比谁都可怕。如果你身边也有个巨蟹座的家人，千万别忽略了他们的温柔和体贴哦。阿妹妹，生气了呢，我已经用离开了。你1个月前也做过一样的事，还有去年交往纪念日的时候，2年前有一次约会也这样。我下不了跟你讲话。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小铃铛，讲，下次见。